基比病院胃肠肝胆科的医师吴佩瑞表示，小肠出血无像胃、十二指肠甲大肠出血，会用由传统的胃镜或者是大肠镜来诊断治疗，而且小肠出血因为较少看，大约占胃肠道出血的5%，伫个诊断治疗上比较困难。现在有了胶囊内视镜，甲着气囊式的小肠镜相同的把关。或小肠的出血诊断，甲的治疗变得较容易。一般如果我们小肠镜跟气囊式小肠镜啊，这套管啊，这个是一组的。一般小肠镜是推拉式的小肠镜，然后如果要再进一步看更深的小肠的话，我们会再加上气囊，就是气囊式小肠镜。以我们医院来说是单气囊，就是它这个前面有一个气囊啊，在使用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会从嘴巴或者从肛门进去人身体里面，然后从嘴巴的话就经过小肠十二指肠之后，然后再把这个套管往前推啦。我们会把套管往前推，然后再把套管打气，让它固定在小肠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再往前伸缩，然后这样借由这样子一进一出的伸缩，然后把整个小肠看能不能从上面大概可以看到一半左右这样子，然后如果那个出血点啊，或是病灶比较靠近下面，我们会选择从肛门进去，就是看完大肠之后再往上看小肠，所以我就必须要搭配可能胶囊内视镜或者其他的一些工具啦，然后去定位那个出血点或是有问题的地方，再靠近小肠比较上或比较下，因为小肠非常的长这样子。医师表示，虽然小肠出血发生率无高，但如果是老年人、慢性腰子病、心血管疾病、肝硬化，或者是使用一寡非类固醇的抗发炎药、抗凝血剂等，小肠的出血几率就比较高。因此，有胃肠道出血一定要找出出血原因，才用对症治疗，避免病情的恶化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